咱今仔日就来做这个炸母鱼啊，爱准备卵吼，还有这个斑仔鱼，还有这个蛤蟆不是阿嬷哦。过来吼是重点哦，你这卵吼，若是爱做了水吼，做了光滚啊，甲我皮肤同款，一定爱。啊，不爱讲话，你是一直甲我看就看啥啦？我想讲吼，静静请来看电视来介绍这部，我感觉你过了伤爽啊啦。啥物我过了伤爽？哦，你这个人讲话哪安尼啊？无啦，我想讲吼，你会使用你这种阿嬷的生活智慧来教观众做一款物件。哦，来吼，听讲最近这个炸母是足穿的吼，咱今仔日就来做这个炸母鱼啊。先来介绍爱准备啥物物件，爱准备卵吼，还有这个斑仔鱼，还有这个蛤蟆不是阿嬷哦，还有这个汤头吼，还有这个豆油、米粒，这些物件都准备好啊，咱就会使来开始输打斗。咱要来拍卵啊吼，啊。你有洗手啊？有啦，我已经洗好啦，遐大声要创啊，串钱，人粒甲放入去，我一个都落去啊。即马吼，咱来甲这个卵安尼拍散，差不多。阿嬷，我要泡偌久哈？湿水差不多才安尼就好啊。做伙就会使啊。嘿，甲伊拉做伙就会使啊。啊，一步就是甲这水差不多一碗的水吼，放入去吼，一碗的水。看这个汤头差不多是半碗的汤头，嘛甲伊放入去。袂当袂记哩哦，佮有这个米粒吼，加偌济就放偌济，放入去。迄豆油看你要食偌咸吼，甲放偌济就好啊。即马用好啊，就用安尼啊，甲卵放做伙，共款安尼拍。爱泡偌久哈？就是爱甲伊用安尼，伊会吸水会变哦。过来吼是重点哦，你这卵吼，若是爱做了水吼，做了光滚啊，甲我皮肤同款，一定爱过胎，因为吼这气泡伤济啊，咱一定爱过胎吼，做了才会水。哦，原来搁要过胎哦。嘿，爱过胎。那是阿嬷的智慧呢。无迄气泡伤济无好看。过胎了后咧，咱即马就会使来放物件入去啊吼。阿嬷，差不多放一粒就好啊。阿嬷放了就放这个斑仔鱼啊，好食的斑仔鱼放顶罐吼，咱就会使放入去电锅内底咯。这电锅吼内底还会记哩吼，差不多一碗的水。哎呦，要放入去啊！哎呦，水干的哦，就会使甲伊起落去。阿嬷要吹偌久哈？差不多15分钟啦，啊，这段时间哦，是不是？看电视啦。好，咱来看电视。嘿啊，你看较这边。啊，那一开始就咧看伊穿啥物？哎呦，迄路影，哦，迄足冷的咧，现场足冷的，穿甲遐少敢袂使。少年较有本钱，我穿无，你绝对袂叫我讲洗几样。我会使洗了，袂啦，我想要看阿松穿，应该袂歹看。哪拢看过啊？哦，看过啊。吼，目睭拢饱哦。好，要开始啊！是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面条。好，开始。当吃哦。好，对咧紧张，大概看这种对咧紧张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到这个哦，这水这一带啊，当看到一个足水的风景，这好敢若是台湾版的马丘比丘。哎呦，迄个山，哎呦，真正水，还有迄楼梯呢。来，会使爬无？会使去遐爬无？哦，这个所在。啊，这是导游呀。哦，安尼平常时咱台湾就少看安尼，像你遐水的风景对不对？哦，啊遐后边遐好，你敢知影这后边遐是啥物？迄个海啊。台湾海峡。哦。你敢知影台湾海峡的台语安怎？遐就是台湾海峡。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好无？来，我知影，我甲你讲，我知影要安怎台讲。语安怎讲？哦，这困难。我甲你讲，海峡的台语海峡，你敢知影？唔知啊，你讲啦。海峡，海峡。啊，谢你啊。等下老师会甲你讲。台湾海峡我甲你问，你叫我看电视。啊，我若甲你讲，你就唔免看电视。你是不是唔知啦？你即摆是要找我冤家啊？导游是导游。这个台湾海峡是台湾。台湾海峡哦。海。哦，动作这么紧呀？还不是，那是海角。台湾海峡。我甲你讲，我若去去遐现场，我动作一定就慢，抢袂啊，抢袂啊，哦，台湾海峡。确定吗？应该是安尼。我问老师，老师是毋是台湾海峡？我最想要有伊一分呢，迄玩跟音，甲甲变调一下。夹。台湾。你看无少的音呢？台湾。台湾。
哦，台湾你哪会知影那点？嘿，好，来老师对唔对？台湾海峡。哎呦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对啦，爱变台调湾海峡是一个啦。专有名词，原本迄音前哈，三字都爱变调。坑都会啊，咱袂使坑都会，讲是台湾的海峡嘛，伊就是迄调就台无湾共款。海峡，吼，所以迄个海峡台语较困难的，就是讲咱若是甲台湾，真的呢嘿啊啊！那台湾海峡是四字一组，咱头前的三字拢爱变调，哦所以就爱念专有名词台啦湾海峡。好，台湾那照我的 Q 是安尼念啦，啊你若比如讲咱若去拼哦，台湾海峡真特殊啊，因就毋是安尼念，因会变台湾，因会较加台湾。嘿，我跟你讲，台语有真特别安尼哦，拢爱变调。伊咧 Q 起来，伊会变海峡对，嘿，所以有的人可能来讲台湾海峡。海峡。哦，老师讲了足清楚的呢，我感觉济呢。阿妈，啊，安娜你，是不是袂记啥物？袂记啥物？去煮物件啦！啊，对好，我咧做物件，我看起来哎呦，好啊，拍开来看卖一个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有龙飞出来哦，飞龙在天。观众朋友看一下吼，你有看到无？这拢有空啊，这就是他拄啊吼有叮当着啊，一定是压到你叮当着，所以吼你用的时阵袂使甲伊叮当着哦。你使食就好啦。我不爱互你食，你甲我叮当着。就讲你过了受伤啊。哎呀，走卡要扁去啊！哎呀，先爆炸哦！后摆来煮物件，到时阵爆炸哎，好吃美味美味，拜拜。